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學吧》。又到民族樂搞台自家做料理的時間了。今天呢，我們要來做一道客家四文四炒裡面的一個經典料理，就是油焖桂竹筍、皮糖穩竹筍。先來認識一下我們的食材，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第一個單詞哦，桂竹筍。那客家話講法就是椰竹筍。椰竹筍，如果呢沒有把它殺青，把它先穿燙過的話呢，就會有那個筍子苦苦澀澀的味道。這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另外一個形容詞，就是苦苦的。苦苦的客家話呢就是馥。記得哦，你要把你的上排牙齒咬到下排的嘴唇，馥。所以苦苦的就懂馥，但是呢，你把它殺青過後就不會苦了。敬天或者是拜神的時候呢，會來把雞拿去燙，燙的時候呢，就會有這個高湯曬好的筍乾放進去。我們再來學一句客家話：桂竹筍可以醃製做筍乾，椰竹筍做得滷粥筍乾，椰竹筍做得滷粥筍乾。哇哦！味道已經出來了，好，這就是我們客家的油燜竹筍，讓你們品嘗看看。好吃嗎？甜的，真的哦，真的。桂竹筍呢，客家話講法就是椰竹筍。椰竹筍。客家話好吃的話呢，就是好食。好吃。椰竹筍好食。椰竹筍好吃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我們今天學的這個穩筍乾，你有學會了嗎？其實呢是很好上手的，不過記得哦，記得先來殺雞，那個皮糖啊，高湯再來穩筍乾，一定會非常好吃。今天呢，我們認識了許多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哦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桂竹筍，椰竹筍，椰竹筍。第二個呢就是味道苦，馥，馥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：桂竹筍可以醃製做筍乾，椰竹筍做得滷粥筍乾，椰竹筍做得滷粥筍乾。這樣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我們下一次再一起來學做料理，一邊學客家話嘍。下次見，拜拜。